各位有緣人好，歡迎收睇玄機頻道。我哋每次都會由幾位嚟自玄機團隊嘅24節氣同埋9天星嘅老師，為有緣人用奇門遁甲問事嚟解答問題嘅。有緣人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事不宜遲，去片睇下今期嘅個案分享啦。大家好啊，我係雨水老師。咁呢位緣友呢，就問層樓幾時可以賣出，我就開咗個奇門盤啦。咁問測者落宮為離宮，日干為月，而層樓生門呢都係落離宮，兩者係同一個宮位。喺奇門裏邊講買賣，最好兩者係相克先至容易賣得出㗎。咁而現在兩者係同一個宮位，可以叫做相生，就應該比較難賣得出啦。咁層樓生門咧喺離宮宮位裏邊都係紅色字啦，有天鷹啦、九天啦、門吉咁嘅字眼，睇嚟個單位唔差，靚㗎，質素好高檔，同埋應該都係位於高層嘅。咁就睇翻賣樓嘅結果啦，落於坤宮，一睇就好多黑色字啦。喺奇門我哋有4害，宮位裏邊已經中咗3害啦，有門逼宮啦、己刑啦、空亡，要賣得出真係要做下運籌，可以聯絡下我哋嘅玄機客服詢問一下㗎。我估計下，快則可以今年嘅新曆7、8月份，慢則就明年嘅1、2月份啦。咁若果以年嚟計，亦都有機會係2027年、2028年㗎。你好，我係立春老師。今次有個朋友問我，仲有冇機會可以感動到呢個男生？我開咗呢個盤睇下，原來全盤伏吟，即係話代表呢件事情係差唔多停滯不前。問測者喺日干甲申庚喺我哋嘅震宮，而呢件事情喺甲戌己喺我哋嘅坤宮，事情嘅發生睇到啦，入邊全部都係黑色嘅，仲有空亡，仲有呢個己刑，即係4害，奇門4害已經有2害啦。而另外問測者嗰個宮位係屬木嘅，而呢件事情嘅答案係屬土，木克土，成事嘅機會真係好渺茫。咁再睇埋佢個六合，屬水嘅坎宮，水係克，土克水，所以事情一定唔係如你所願啦。如果大家需要更進一步嘅奇門運籌去解決難題，可以直接聯絡玄機客服，了解收費服務詳情。各位有緣人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同訂閱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喎。我哋下條片見。